台北大巨蛋案爭議多時，台北市長柯文哲到議會專案報告並且備詢。柯文哲講重話，如果遠雄未來1到3個月唔改善公案，提出新嘅設計圖就會解約。柯文哲雖然展現強硬嘅態度，不過藍綠市議員就嘲諷柯文哲只係紙老虎，以拖待變。趕喺台北市長柯文哲到議會報告大巨蛋之前，護樹團體喺議會門口陳情，要求拆除大巨蛋。柯文哲冇多做回應，快步走入議會上台報告。柯文哲痛批遠雄簽約前後建築面積大幅提升，要問遠雄到底係要用邊一個設計圖，亦都講咗重話，唔會因為民調下降就妥協。如果遠雄1到3個月之內唔改善就會解約。柯文哲展現強硬態度。不過藍綠市議員都唔賣帳，炮轟柯文哲處理大巨蛋案只係會以拖待變。柯文哲強調自己唔可能同馬確兩位前市長一樣擺爛，直言遠雄要復工就要遵守公安，唔單止要修改設計圖，仲要解決監察院提出嚟嘅39項糾正，修改條約，否則最後嘅結果就係解約處理。